魔法森林的奇妙旅程。喺一個小朋友們都好鍾意嘅世界入面，有一片神秘嘅魔法森林。呢片森林嘅樹木都好高大，樹葉嘅顏色五彩繽紛，有時仲會發出柔和嘅光芒。森林入面住咗好多有魔法嘅小精靈同埋各種可愛嘅動物。有個細路仔叫小輝，佢住喺森林附近嘅一個小鎮入面。有一日，小輝聽朋友講起魔法森林嘅故事，話入面有好多神奇嘅事同寶藏，就好想去探險。終於，佢趁住假日，背住個小背包，裝上自己嘅小零食同玩具，就輕咁向魔法森林出發啦。一入到森林，小輝就見到一隻好得意嘅小兔子，隻兔仔嘅耳朵上竟然有一對好細嘅蝴蝶翅膀。小兔子一見到小輝，就跳埋嚟打招呼：你好啊，小朋友，你點解會嚟到魔法森林啊？小輝興奮地話：我聽講呢度好神奇，想入嚟睇下。小兔子笑咗笑：哇，咁我帶你周圍行下啦，但你要跟緊我，唔好亂走，呢度有啲地方好危險嘅。小輝跟住小兔子一路行，一路見到好多神奇嘅嘢，有啲花會自己唱歌，歌聲好聽到不得了；有啲樹木嘅樹幹上竟然畫住一幅幅好似會動嘅畫。行咗一陣，佢哋嚟到一條小河邊，河水清澈見底，裏面有啲發光嘅小魚游嚟游去。小兔子話：呢條河嘅水有神奇嘅力量，飲咗可以令你有一陣子跑得好快。小輝好想試下，但又有啲怕。小兔子鼓勵佢：試下啦，冇事嘅。小輝就輕輕捧起一啲水飲咗落肚，即刻就覺得自己充滿力量。跟住佢哋繼續向前行，突然天暗咗落嚟，原來係一團好黑好黑嘅烏雲飄咗過嚟，烏雲裏面傳出一陣怪聲。小兔子好緊張，同小輝講：呢個係森林入面嘅黑魔法精靈搞鬼，佢好鍾意捉弄人。話未講完，從烏雲入面飛出好多黑色嘅小精靈，圍住小輝同小兔子。小精靈們一邊飛一邊發出怪叫，想嚇走佢哋。小輝雖然有啲驚，但想起自己嘅探險夢想，就鼓起勇氣。佢見到旁邊有一叢發光嘅花，記得小兔子之前講過呢種花可以驅走黑魔法，於是小輝跑過去摘咗幾朵花，向住黑色小精靈扔過去。神奇嘅係，花一碰到小精靈，小精靈就消失不見，烏雲都慢慢散開，天色又變返明亮。小兔子對小輝豎起大拇指：你好勇敢啊，小輝。經過呢件事，兩個嘅友誼更加深厚。佢哋又行咗好耐，嚟到一個好大好大嘅樹洞前面，樹洞裏面有陣陣暖光透出嚟。小兔子話：呢度就係森林長老住嘅地方，佢好有智慧，一定可以幫到你。小輝同小兔子入到樹洞，見到一位白鬍子嘅老精靈坐喺中間。老精靈睜開眼睛，微笑住問：小朋友，你嚟到呢度有咩事啊？小輝將自己嚟魔法森林探險嘅事同老精靈講咗，仲話好想揾到寶藏。老精靈聽完笑咗笑，話：其實你一路上嘅經歷就係最大嘅寶藏，你學會咗勇敢、幫助同埋面對困難唔放棄。小輝聽完好似明白咗啲嘢。最後小輝同小兔子告別，雖然冇揾到實物嘅寶藏，但佢帶住滿滿嘅回憶同學到嘅道理，開開心心返屋企。從此以後，小輝將呢次奇妙嘅旅程講俾其他小朋友聽，鼓勵大家都要勇敢追夢，好似佢一樣去探索世界。